新闻要来关心台语的危机。台语是台湾的文化之一，嘛是台湾的母语，这咱知影。不过你敢知影讲，真有可能有一天台语会消失？想来讲，依照调查显示讲，75岁以上这个时代有超过70%会晓讲台语。不过25岁少年人会晓讲台语的呢，敢若2成字。第一联合国接近消失语言的等级中啊，台语列为有重大危险会消失的第3级。台语有伊其他这个言语言不多代替情感啊，到底咱应该安怎挽救这个局面？做来看卖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。黄昏的故乡唱出外主题上厝的心情。台湾歌特有的气味，有其他的语言无法度代替情感，更加代表台湾文化。但是即摆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，到街路顶随机调查，台语哪像出现断层。我们都在唱台语歌嘞。我大致听得懂，但讲的话就不太行。就是偶尔讲技能杀西欧啦，气杯高炸。技能杀西，不会。豆虾，还有卖茶啦，加班。年纪愈细，对台语愈无熟，甚至敢会晓3个字以下单字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甲特别断绝的语言分做6级，已经无人使用是灭绝。阿公阿嬷一般般会讲是极度危险，阿公阿嬷会讲，但是无食对囡仔讲是第3级重大危险。台湾的本土语言台语都列伫1级，抢救台语袂当搁等咯。你若是这个语言流失去，就代表你这个族群的文化嘛对咧失落去啊。你以后无这种用语言去，譬如讲搬戏、写诗去创作，就无这个物件，规个迄个灵魂都无去啊。所以这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。互咱的少年囡仔会使看电视学台语吼。政府嘛意识到台语消失的危机，2年前开设台语台，希望大家会当透过看电视学台语。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，高少1礼拜才1点钟的台语课，对抢救特别消失的台湾母语，恐惊是力头无够。唔是甲伊当做是一节课安尼尔，就是伊是一个课是基本的，但是伊搁较应该是用这个语言会当去学习各种的科目的物件。即马第一是时数，你敢若1礼拜1节，而且搁无考试，搁无列入去什物甲升学考试有关的代志内底的时阵，这变做是会互一般的老师、学生，甚至家长，就是认为讲这无需要重视，这是一个制度造成的。4、5岁囡仔伫个幼稚园，随着台语歌谣，搁唱搁跳。老师透过游戏，带囡仔认捌本土语言。只不过，若是敢若学校来教，恐惊也是效果有限。没有人讲台语，他跟阿公阿妈讲台语。有一次，阿妈跟我哥哥讲话，然后阿妈就说红刷是什么，然后我哥哥就说猴子。猴子？那红刷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雨伞。会晓听台语的野手。规班23个囡仔，野手会听台语的只有2、3个。厝内底通用的语言拢是国语，但是其实抢救台语为家庭教育、整个社会每一个人拢应该努力。规个社会的气氛拢有关系嘛，就是讲你去到对，可能你会感觉讲无使用华语，哪像怪怪，或者哪像袂自然啊。然后你若要使用你家己的本土语言，你搁惊讲家己袂练转会哄笑，还是讲袂练转对着别人歹势，这种心理拢有，就是讲会造成你愈来愈无使用。专家建议，短期会当先将台语落实伫学生的考试，长期的目标规划全台语的幼稚园、国中小甲高中，互学生自细汉学母语。但是这嘛要靠全体社会努力，才会当甲台湾文化水保存落来。